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我哋要一齊嚟探討一個深刻且具有挑戰性嘅主題。當生命面臨重大考驗時，如何喺恐懼中尋找信心？呢個話題特別適用於嗰啲正在面對疾病、痛苦或者困難嘅人，尤其是好似癌症咁樣嘅診斷。佢往往會帶嚟極大嘅恐懼同不安，但正如聖經所教導嘅，上帝嘅恩典與應許永遠唔會離開我哋，即使喺我哋最黑暗嘅時刻。讓我哋先嚟聽一個真實嘅故事。大衛係一位54歲嘅父親，佢有3個孩子，並且係一名熱愛跑步嘅人。然而，佢嘅生活卻因為第4期肺癌嘅診斷而徹底改變。儘管佢從未抽過一根煙，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佢嘅骨頭。醫生話俾佢知，我哋會盡一切努力，但你必須為未來做好準備。嗰一刻，大衛嘅心裏面充滿咗恐懼。佢擔心自己係咪能夠活着睇到小女兒畢業，亦都害怕妻子喺經濟上無法獨自支撐家庭。呢種恐懼讓佢夜不能寐，焦慮如影隨形。然而，喺一個失眠嘅夜晚，大衛翻開咗一本塵封已久嘅聖經，嗰係佢祖母多年前送俾佢嘅禮物。佢隨手翻到咗馬太福音10章29到31節，兩個麻雀唔係賣1分銀子咩？若係你哋嘅父不許，一個亦不能掉喺地上面。所以唔好懼怕，你哋比好多麻雀仲貴重。呢段經文深深觸動咗佢嘅心靈。喺嗰一刻，大衛第一次感受到一絲平靜。佢開始禱告。起初只係簡單嘅呼求，上帝啊，我好害怕，求你幫助我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佢嘅禱告變得更加深刻。佢超於勇氣、智慧同對上帝嘅信任，同時佢嘅教會亦成為佢強大嘅支持系統，組織餐食遞送、醫院探訪同禱告聚會。喺呢啲支持下，大衛逐漸將恐懼轉化為信心，佢學會專注於上帝嘅同在，而唔係自己嘅預後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恐懼係人之常情，尤其係喺面對癌症咁樣嘅重大挑戰時候。但聖經多次話俾我哋聽，唔好懼怕。耶穌喺馬太福音10章28到31節中嘅教導尤其令人安慰。佢話：那殺身體唔能夠殺靈魂嘅，唔好驚佢哋；唯有能把身體同靈魂都滅喺地獄裏面嘅，正要驚佢。兩個麻雀唔係賣1分銀子咩？若係你哋嘅父不許，一個亦不能掉喺地上，就係你哋嘅頭髮亦都被數過咗。所以唔好懼怕，你哋比好多麻雀仲貴重。呢段經文傳達咗3個重要嘅真理，可以幫助我哋克服恐懼。第一，永恆嘅視覺，癌症可能威脅我哋嘅身體，但只有上帝擁有對永恆嘅權柄。記住，肉體嘅痛苦係暫時嘅，而我哋嘅靈魂則屬於上帝。第二，神嘅關懷，上帝注意到每一個細微嘅創造，連麻雀嘅掉落佢都看顧。如果佢如此關心鳥兒，佢豈不更關心我哋咩？第三，內在嘅價值，我哋喺上帝眼中係何等寶貴，甚至每一根頭髮都被數算過。呢個表明上帝對我哋嘅深切了解同無條件嘅愛。咁點樣喺實際生活中應用呢啲真理呢？以下係幾個實用嘅方法。首先，誠實地禱告。詩篇56篇3節話：我懼怕嘅時候要依靠你。彼得前書5章7節亦鼓勵我哋：你哋要將一切嘅憂慮卸俾上帝，因為佢顧念你哋。當我哋感到害怕時，不妨直接向上帝傾訴我哋嘅恐懼，例如：主啊，我對未來感到害怕，
求你讓我更多信靠你。其次，背誦並默想經文，以賽亞書41章10節話：你唔好害怕，因為我與你同在；唔要驚惶，因為我係你嘅上帝。腓立比書4章6到7節則提醒我哋，應當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住禱告、詫意同感謝，將你哋所要嘅話俾上帝聽。上帝所賜出人意外嘅平安，必喺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哋嘅心懷意念。將呢啲經文寫喺便條紙上，隨時攜帶或反覆朗讀，讓佢哋成為我哋內心嘅力量。第三，依靠社群嘅支持。雅各書5章16節話：所以你哋要彼此認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哋得醫治。當我哋向信任嘅朋友、家人或信仰團體分享我哋嘅恐懼時，唔單止能得到安慰，亦都能夠促進彼此嘅連結同療癒。此外，共同禱告嘅力量係巨大嘅。馬太福音18章20節。第四，每日練習感恩。恐懼常常放大問題，卻忽略恩典。為咗平衡呢種傾向，我哋應該有意識地培養感恩嘅心態。每日記錄3件值得感謝嘅事情，無論係早晨嘅陽光，定係朋友嘅一句溫暖話語。詩篇103篇2節提醒我哋：我嘅身邊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不可忘記佢嘅一切恩惠。最後，服務他人。當我哋將注意力從自己身上轉移到別人嘅需要時，恐懼就會減弱。哥林多後書1章3到4節話：願頌讚歸於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父上帝，就係發慈悲嘅父，賜各樣安慰嘅上帝。我哋喺一切患難中，佢就安慰我哋，叫我哋能夠用上帝所賜嘅安慰去安慰嗰啲遭各樣患難嘅人。無論係寄一封鼓勵嘅信、做一頓飯，定係單純咁聆聽，呢啲小小嘅行動都能彰顯上帝嘅愛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恐懼或許係我哋生命旅程中嘅常客，但佢唔應該成為我哋嘅主人。好似大衛一樣，我哋可以選擇將心靈扎根於信心之中，而唔係被恐懼綁架。透過禱告、社群嘅支持以及緊握上帝嘅應許，我哋會發現恐懼逐漸失去控制力。正如馬太福音10章31節所應許嘅：你哋比好多麻雀仲貴重。我哋嘅生命喺上帝眼中係何等重要。即使喺最黑暗嘅日子裏邊，佢仍然為我哋預備咗目的同希望。願我哋都能夠喺信心中揾到力量，勇敢地面對人生嘅每一個挑戰。阿地。